有人喺度等，有人喺度買。而家嘅大溫樓市咧，有兩個完全唔同嘅故事發生緊。你好，我係嘉怡，溫哥華嘅地產經紀。今年咧5月嘅樓市更新，我就唔想淨係講啲數字俾你聽，我想同你講呢啲數字對你嘅實質處境係有啲咩影響，代表啲咩？根據大溫地產局今個月發佈嘅官方數據，4月份成交量係2110宗，仲係低於10年季節性平均接近23%，即係春天嚟咗，但係好大部分本應入市嘅買家咧，仲喺度等緊。整個樓價嘅 benchmark 價咧係1098000，咁按年跌咗6.9%。對準買家嚟講咧，即係同1年前比較，你可能會用少咗差唔多8萬蚊就買到同一類型嘅物業。但係咧呢個月有一個數字咧係好值得大家留意嘅，就係獨立屋成交量咧按年升咗14%啊，公寓咧就跌咗10.7%。即係話有買家而家其實已經開始行動啦，而且仲係集中喺獨立屋嘅市場。跟住咧就講一個買家同賣家都好重要嘅預測。咁根據 BC 地產局協會嘅官方預測，2027年大溫成交量咧預計係會上升10.6%。咁呢個數字咧對買家同賣家嘅意義都唔同嘅。嗱，對賣家嚟講啦，而家嘅市場放盤量咧其實係10年平均接近38% 以上，競爭激烈。買家選擇多，佢哋一啲都唔急，所以呢一個預測咧，其實對 seller 嚟講係一個希望，意味着買家會入市啦，成交嘅機會亦都會高咗。咁對於 buyer 買家嚟講咧，如果呢個預測真係準確咧，2027年嘅競爭咧就會顯著增加啦，即係話2026年可能已經係一個低位嚟噶啦。咁如果你本身有置業嘅需要啦，又或者考慮投資啦，而家係值得認真評估嘅時機。咁當然每個人嘅情況都唔同，最重要咧就係根據自己嘅財務狀況去做決定啦。所以無論你係買家定賣家，資訊係最重要嘅。咁如果你中意我呢度 video 呢類型嘅分析咧，就留言俾我 like 同埋記得 follow 啊，因為我每個月都會帶你睇清楚最新嘅樓市走勢噶，share 俾身邊正在考慮買賣嘅朋友啦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，拜拜。